佢係 MERS 留下嘅一個肉毒桿菌素，佢可以改善皮膚唔同嘅問題，已經俾全球超過70個國家使用喺醫學美容上面。Hello， 又係我 Hazel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針劑嘅牌子，佢係 MERS 留下嘅一個肉毒桿菌素，佢可以改善皮膚唔同嘅問題，包括係壓紋啦、微生紋啦、完美紋啦、兔仔紋啦，或者打咬肌做一個瘦面嘅情況，或者打一個下半面提升做一個收緊提升嘅一個情況。佢最主要呢個針劑打一次可以維持嘅時間係4至6個月，而呢一款針劑標榜嘅係零雜質、零複合蛋白，打完之後唔容易產生抗體，亦都唔會膠面。佢可以100%被人體完全吸收分解。而呢一款嘅肉毒桿菌素亦都攞咗一個美國嘅 FDA 認證同埋歐盟 CE 嘅認證。而消眠嘅呢一款針劑已經俾全球超過70個國家使用喺醫學美容上面。佢打一次嘅起效期，如果係除皺嘅話，大概係3至4日就會出效果㗎喇。而一般譬如話打瘦面或者係下半面提升，就3至4個禮拜就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效果。打完之後記得會有個注意事項嘅喎，就係打完之後4個鐘唔好平躺，唔好按摩打針嘅位置，之後就可以正常活動㗎喇。如果關於消眠你哋有咩問題嘅話，歡迎喺度留言話俾我知啊！3，靜啲對住我，係咯，OK，好3。